消除的时间点开始跟结束的时间目前都还不知道。那我的部队已经完成整备了，完成检诊了，随时都可以待命支援，没有问题。刚刚才看到新闻的，你有看到就对了。对，有。啊，会不会怕？当然会怕啊，怎么不会怕？吓死了。对啊，对，尤其你在做吃的哈。而且我们还想说，而且我们亲朋好友刚刚都打电话说，恐怕我们要在家先休息一下，不能出门，先尽量不要往外走。对啊，我们自己都要自己，就是大家互相对，不要让我们万一不小心真的是不行这样。那现在知道他们有来过这边，你们会后续会有什么因应的措施？没有，可能该休息我们就会休息。可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你自己有问题又传染给别人干嘛？